9月是国际失智月，为福部推广，目前全台湾大约有38万个失智症患者，其中少年型失智的人数差不多有1万个。为了要照顾到这少年型的失智族群，为福部拍算伫咧2026年扩大中照3.0，把这中照服务的范围呢降低到50岁以下。 现代人上班压力大，下班就来一盘煮鸡腿，啉一杯珍珠奶茶，消脱压力。不过这得要注意啊，这款食食的习惯唔若高大考，引起糖尿病，佫会提悬失智的风险。根据研究，大考得到失智的几率比一般人加出来1.7倍，糖尿病病人出现失智的风险也加出2倍半。 三高啦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运动啊等等，很多都是我们生活的形态，其实是我们失智症的预防跟延缓的一个关键。这几当台湾失智症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。根据卫福部的推估，目前全台大约有1万个少年型失智患者。为着要服务这群人，政府也计划在2026年扩大长照3.0的服务，把长照服务范围降低到50岁以下。长照3.0要上路了，我们也开放了就是全年龄的部分，年轻型失智者他可能就是正值中壮年的一个情况，对社会家庭的影响也很大。如果我们可以早期的诊断跟治疗的话，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照护。这4、5当前，我会出去买物件，会放弃路，唔知影通倒来。阮先生感觉这个代志唔是足平常的代志。 爱赶紧去互医生看。今年77岁苏阿姨60岁左右发现家己得到失智症，伊讲当初家在有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，加上有红色陪伴伫伊的身躯边，带伊出外行行咧，佮鼓励伊去参加活动、交朋友，才成功甲病情控制落来。伊也以家己的力鼓励失智患者爱勇敢行出来接受治疗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